识的人着注意听。今仔日恁要甲对敌交战，毋免惊，毋免论，毋免恐慌，毋通因为因皮皮喘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甲恁做伙去，为着恁甲对敌交战，互你得到胜利。兄弟姊妹，请咱起立来吟圣诗，圣诗24首，我心俄勒至关上帝。请咱起立来吟全诗。请咱同心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，嘛是慈悲怜悯、疼痛愿的上帝。愿众兄弟来到你的面前，无论是伫教会内，还是伫厝内，愿拢要献上阮虔诚的敬拜。6月底是毕业的季节，虽然面对疫情，甲对未来的无确定，总是愿知你为着敬畏你的人备办道路。求你予面对人生新阶段的毕业生有受教的心，嘛有希望甲目标，坚定因的脚步，予因轻调伫主，日日跟对主，用谦卑智慧来活出圣洁的生活。阮嘛要为着教会来祈祷，求主你赐予阮的教会，成做福音的出口，是有圣神同在、有活力、有疼心、彼此关怀的教会，会当同心伫主的话语内底徛在，
成做合一、彼此服侍的群体。阮暂时嘛为着教会有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愿主你照阮每一个人个别的需要来医治、安慰、怜悯、赐福。阮中间有信心不足的，求主来加添，互阮通伫真理内面成长，会当过得胜的生活。阮伫生活中遭有困难甲挑战的，求主嘛赐阮刚强的心，为着阮来开路、扶持、引带。主啊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里，求主你的圣神引带阮，互阮通明白你真理，明白你的话语，开贴你的话语的发出光来，成做阮生活中随时的帮衬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免。启应文第14篇，我来客请兄姐来用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溃力。虽然地大变动，海水牙影哗哗好，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列邦哗哗好，列国动摇。万军的统帅上帝，甲咱同在。来看上主的所做。伊压一间站长枪，放火烧战车。拢静落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统帅上帝甲咱同在。接续咱来吟圣诗109首，圣诗109首，咱坐咧吟就好。欢喜救主做王。
在伫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8节。最后，我劝恁着甲主结连，靠伊的大能力，做坚强的人，着穿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，互恁徛在，通抵抗魔鬼的诡计。因为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伫交战，是甲天界的邪灵，就是即个黑暗世代的宇宙统领者、权力者、掌权者伫交战。所以，着用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装备家己，通伫邪恶的日子会当抵抗对敌的攻击，坚持到底，持守阵地。所以，着徛在，用真理做大侠，用正义做护胸甲穿，用准备好势的和平的福音做下穿。着不时用信心做盾牌，通拍发邪恶者射来火的箭；着用拯救做头盔，用圣神做剑，就是上帝的话；着靠圣神专心祈祷，常常祈求；着不时警醒，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。接下来，咱要请少年团契来学乐，因所要献的诗是境遇好歹，变化无定。
上帝团契也用这首信息来带领咱的敬拜。接续咱是讲道穿属灵的军装，牧师。咱三甲祈祷，主搁一边来到你面前，阮是属于你的儿女，来敬拜你，这是何等欢喜的一项事。无论伫阮现场在场的敬拜，无论伫阮网络中间的敬拜，你欢喜用心灵甲诚实的人来敬拜你。主啊，这是你所喜爱的敬拜，所以恳求圣神就透过这个空间。也互阮伫圣神内面有一个合一的心，专务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你是阮敬拜的对象，无受任何时间、空间的限制。所以这个时阵也恳求你，透过圣神会当互阮会当晓悟上帝你的话。你的话是一真理，你的话就是阮换命开力，要帮助阮帮助阮伫阮信仰的路程、人生的路程。真做阮的快乐扶持阮，亲像光照伫阮的路。恳求你教阮三人行，也互阮明白你今仔日所教示阮的话。有时虽然无通学得明白，但是上帝啊，你的话伫你圣神光照启示，安尼阮就当明白来领受。恳求你教阮三个同在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有。这个连续几个主题，几个讲道来讲起这共款的主题吼。因为这个主题咱来详细来了解。这跟咱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在过去，咱感觉咱的信仰就是安尼面对咱安尼所看到，咱人生真侪社会事、国家的事吼，然后咱的厝边这代志，但是真侪信仰内面是超越咱所看得到的。伫过去的服侍中间，也常常甲咱兄弟姊妹相同面对人生诸多代志，有兄弟姊妹伫咧软弱中间，一时的软弱，但是有兄弟姊妹一直伫软弱内面，就感觉讲会足需要上帝有影拢是安尼，但是呢，伫这个我靠上帝的时阵。一直那时都是面对逐项足侪问题，就安尼一直伫迄个真衰弱的情形中间。咱受呼召进入到上帝救恩内面，咱称做上帝的囝儿，这是咱的特权。所以咱会当享受伫这特权中间，上帝带来互咱的福分。有真个时阵咱信仰，咱嘛感觉讲我就是要得到福气啊。得来平安的我就是伫信仰中间得到我所期待、我所需要的这好事。但是呢，其实咱是受呼召，一方面，若是真做上帝的囝儿百姓，有这种福分，嘛是受呼召进入到上帝的军队内面，参与伫这个属灵的征战内面。做上帝儿女是咱的特权，所以。属灵征战嘛是咱的特权。咱有足侪别的讲章来讲起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呢，其实是讲到教会的一个真理。上帝拯救咱每一个人，毋那是单独真做咱个人的代志。其实咱会当受到拯救，乃是真做一个教会。所以以弗所书乃是讲到一个教会，这是一个整体性的。教会就是上帝伫地上的代表，嘛是上帝伫地上的见证啊。然后最后，就以弗所书第6章这个所在，伊讲到最后，咱得做刚强的人，我靠上帝大能大力，所以伫这所在是一个呼召刚强的人。然后刚强的人呢，就是要进入到迄个属灵征战的中间。所以咱若是有这种征战的概念。军队征战的概念的时阵，这是对咱一个基本的要求，就是爱真做刚强的人。安尼咱有法度开始进入到迄个战争内面。接续，咱若真做一个强有力的人，会当真做上帝军队内面的一方面。咱进入到属灵征战内面，伊接续安尼讲，咱得有迄个全套军装
的一个保护。伫真激烈的战争中间呢，若无军种的保护，你搁较有力，有时你嘛会陷入真大即个危险内面啦。所以今仔日咱要进入到即个主题，第一个主题是逐日讲，咱是遮真做公强的人，我靠上帝大能大力。第二，因为咱真做公强，因为咱是要进入到一个属灵经济内面。第三，就是咱进入到属灵经济的时阵，咱就要有迄个军装的一个保护。所以今仔日圣经内面讲到，咱就要穿上帝赏赐互咱全套的军装。这有几个概念？这个概念就是第一项，这个军装就是上帝所赐，是对上帝来。这个中间就是排除，有过去咱伫信仰中间，拢会感觉到，咱着努力，咱着拍拼，咱个真好的一个表现，咱来训练咱家己，安尼，咱有一个好品行，咱着有真大的努力。如果这是出自咱的，这都毋是军装。既然伫上帝内时，就表示这伫咱以外，上帝赏赐互咱的，毋是出自咱天然的性情。这是上帝赏赐的军装，所以咱领受的人是甲上帝有关系的人。咱要称做上帝儿女也好，咱要称做上帝军队也好，咱是甲上帝有一个密切的关系。安尼，上帝赏赐互咱的军装，为着伊的儿女，为着伊的军队所备办的属灵的军装，较有真正产生意义。只有咱甲有关联的人，这个军装对咱较有意义。咱来明白这个意义甲这个运用功用到底是啥物。第二个概念就是讲，这个军装是全套的军装，这个配备是一个非常娇壮的一个军装。彼得后书第1章捌安尼讲，伊讲通过咱所明白，叫咱来分享伊的荣光甲良善迄位上帝，意思是讲，通过明白咱的上帝，伊有用伊的能力，将敬虔的生活所需要一切赏赐咱。意思是讲，上帝将这种的一切能力，应付咱生活、咱信仰中间一切能力，有赏赐咱。姊妹，你敢知这一切是啥物？你敢知咱伫信仰中间？过正敬虔的生活时，咱爱需要什么种一切的能力？伫这所来讲到上帝赏赐咱是招逼的，安尼咱面对咱生活中间逐种样的这个征战。所以，既然是全套的军装，咱就袂当去拣几项啦，安尼。这个治疗较好看，这用了穿了较威武，安尼。下带北个时候，较有走，意爱遐，拣几项来穿就好安尼。想过一项你感觉做有重担，做有束缚的，感觉无啥需要安尼。啊是你感觉讲我都做厉害，倒剑举咧手的时候，我就毋免需要这种护胸甲，全套武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毋知战争的时阵，到底这枪啦、这刀啦、这剑、这箭，安尼射来射去，到底是要对着方向来？你也毋知影这呢飞来飞去时，会伤到你啥物所在，你毋知影。所以你必须要有全套的武装来保护你家己。魔鬼撒旦知影咱弱点到底伫倒位，比咱家己更加清楚。所以呢，伊就经咱的弱点甲咱攻击。你知影伫一个战术。就是《木马屠城记》，中间有一个介厉害，叫做阿基里斯，那就剑形共款，啥物物件拢无法度伤伊，刀啦、剑拢无法度伤害伊。伊的最弱点叫做阿基里斯之剑，伫咧骹头尾，伫咧叫脚踝所在。真射刺的时阵，伤到伊的后尾骹筋，这是伊的最脆弱地方。这个所在受伤的时候，伊就完全失去迄个战斗力。不管你战斗力是表现偌强，但是这个所在上爱弱点去用攻掉的时阵，这个伤害就无法度互伊个战斗落去。姊妹，这个就是讲，咱每一个人可能拢有咱家己阿基里斯之剑，咱的最弱点，所以你必须要穿
全套武装来保护你身躯每一个部分。这就是为什么咱袂当敬上帝予咱的正教，这一项安尼全套武装。上帝知影咱的需要，上帝知影要安怎有保护咱，所以咱将全套武装拢来穿起来。今日咱要讲几项，讲2项。在这个配件中间，咱要讲第一项用真理最大来行。这个意思是啥物？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咱应该来明白整个救恩的真理。你要对圣经来中间来了解真理到底是啥物？你也知影你到底信的是啥物？你知影你所信的对象是啥物？你也知影，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了后，在你的整个生活甲你的信仰中间，会发生什么种代志？会带来互你什么种的帮助，还是带来互你应该遵行的物件？关系一切敬虔的事，上帝会当互咱明白。那这你要知影到底是啥物？伫过去的时候，咱可能知影讲，啊，真理啊，我著信主了后，上帝要赏赐我福分，啊，这你所知影的部分，啊，就得了福气。有时咧感觉讲，我咧得救得到稳定性，就是有时讲我要去天堂迄个所在，啊，这是你得到永生，啊，你敢若要摕这个物件。有时你会感觉有一种的真理的了解，就是讲，啊，我都信主了后，人就打讲有平安欢喜，啊，我都平安欢喜，啊，有咧敢若无安尼，啊，就真失望。如果你对信仰的真理的明白真粗浅，也是非常一部分安尼，你可能若无真了解，你就无法度去精进。你只有掠条讲，我要精进的部分，见这部分，见这部分，但是对着可能是非常勇猛，伫10方面拢会当产生对你的威胁。如果你若无了解真理的时阵，安尼咱就无法度真正精进，想过软弱。咱的软弱是因为咱无了解真理，咱的软弱是因为咱期待真理的某一个部分，但是安尼。如果你若无得到迄个时阵，你就感觉讲啊，我已经失去我信仰的感觉。所以这个所在，用真理最大来下，表示咱对整个救恩真理有一个彻底完整的了解。讲到这个用大来下，较早人因穿的衫拢是较蓬松，毋是安尼穿啊个皮大，啊，就一领安尼塌落来安尼吼。啊，这塌落来时阵有一个情形，你若要走较紧的，要做真大的动作，你要用较有气力的动作，有可能就受到真大限制。啊，所以安尼拍来拍去、射来射去，这就成做你的一个窒碍、阻碍。所以意思是讲，如果一个战士伊要进入到迄个征战战场的时阵，伊必须要先做一样代志，下伊的腰带，安尼将伊所穿的衫会当来束绑起来。要成做伊行动的一个限制甲阻碍，所以伫这中间，如果咱若是要进入到属灵的征战中间，你爱有用真理，安尼，互你会当自由逃跑。约翰福音第8章有记载，主要所基督对信伊的犹太人安尼讲：你若继续遵守我的话，就实在是我的学生。遵守我的话。你会明白真理，然后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。得到自由意思就是咱无受捆绑，咱对魔鬼撒旦所设定的罗网甲捆绑中间，会当得到自由。这个自由会当互咱较大的转势、较大的精进、较大的行动。做是一个捆绑，互你无法度做你无想要做的代志。也无法度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，这是捆绑。自由的意思就是讲，咱伫征战中间，咱会当靠上帝的气力，做咱该做的代志，这是自由。然后对过去，教会其实拢对到针对这个真理方面的一个真大的问题。真理是一个征战。伫保罗的时代，进前差不多400-500年，这是希腊的哲学发展到上怪高峰的时阵。即摆咱所讲的一寡哲学思想，拢差不多伫迄个时阵，毋是保罗时阵。保罗进前差不多300-400年、400-500年时阵。迄个时阵有苏格拉底啦、亚里士多德啦，还有柏拉图，
哦，即摆你若咧讲希腊哲学的时候，拢差不多讲因的这个思想。当时的人因嘛真爱真讨论这个哲学的思想，用人的智慧想要来明白上帝，想要来探讨人生中间的代志，想要探讨到底什么是真理。保罗讲一项，伊讲人用人一切思想、智慧、哲学，无法度来明白上帝。所以只有伫某一个城中间，这是阮所毋捌的上帝。我知影有一个神，但是这毋捌的神，阮无法度去形容，无法度去描写，无法度讲起到底这个神是啥物人，伊咧做啥物。但是我知影一个神，所以这毋捌的上帝，毋捌的神。这是人用人的智慧。用人的思考要去了解神的时阵，无法度达到迄个目标。这就讲到人的知识有限，但是有一个情形，迄个时阵人用真侪因家己的思考，用一个哲学思想来判断是未假的时阵，伊讲这是愚妄啊！咱会较侪人愚妄去信这种的，定是未假一个耶稣呢？但是保罗安尼讲，上帝用人所认为愚妄的智慧的真道，福音来拯救遐相信的人。安尼，上帝用人所认为的愚妄来败坏人有限的智慧。上帝的愚妄比人的智慧还佫较有智慧。到伫后来，这个希腊的哲学进入到教会内面，迄时有一寡基督徒，因自称基督徒，因想用当时的哲学要来解说圣经、理解圣经，结果产生各种样的异端，安尼教会进入到真大的混乱。兄弟姊妹，教会一个开始，伊就进入到真理的征战内面，因为必须要确定真理是啥物，全部的救恩是啥物。如果伫真理中间，伊的根基毁坏。伊无法度互建立一个真好、一个真理的一个根基的时阵，安尼教会就陷入真大一个危险。迄阵讨论足多啊，是不是愚妄？迄阵嘛有人讲起，有人讲起国外代志已经过去，有人怀疑主可能袂过来，有人怀疑到底耶稣是啥物人，有人怀疑。咱若要信耶稣的基督，是不是无够额，就要受割礼？有人怀疑，咱嘛袂使干那信耶稣基督，咱搁要遵守律法。姊妹有真侪这问题、这异端产生伫教会内面，安尼互正人基督徒对真理的了解产生一寡妖疑。所以使徒因在写一个批信，像着保罗，像着彼得，像着约翰。因在写就即个写批信，去到教会内面，甲伊说明真理到底是啥物，互因明白真理，捍卫真理。这种问题伫教会历史嘛一直出现，共款遐个问题，一直要破坏上帝真理。所以后来就有制定足侪这个圣经，所以咱听到尼西亚圣经、使徒圣经、什么海德堡要理问答、威斯敏斯特信用各变，兄弟姊妹，这拢是互咱明白。到底真理的中心是啥物？这几项是袂当来改变的。如果伫因为改变的中间产生真大疑问，动摇迄个根基，安尼教会就无存在。如果你无相信耶稣基督过活，今日就无咱基督教。如果你若无相信主耶稣基督必须要透过十字架救恩，完成迄个救恩，透过十字架，你若无相信这，就无咱基督教。伊毋是一个机构、一个团体，伊是一个信仰的团体。这是咱必须要相信、抓条、牵条一个真理的根基。所以为什么必须要有一个征战？而且真理是征战，咱得要用真理束腰。如果教会若无用真理束腰，教会就无法度存在。如果咱个人无法度用真理束腰，安尼咱的无法度有信仰。失去信仰有危险。即阵咱今仔日其实面对真大一个问题，过去有常常有教会内面对这异端、这攻击，今仔日咱嘛是共款。咱今仔日社会真多元化，
这台湾话一个问题就是讲吼，大家拢袂当拜托别人，而且咱无咱去拜托即个权威。即个权威就是讲，敢你是对，安尼。因为真理是相对的，毋是绝对的。所以，若有一个教会讲，我有真理的时阵，伊就感觉讲你较伤过自尊，你会感觉随权威，安尼。敢若你对，别人拢毋对，安尼。敢若你对都排斥别人，安尼无够迄个包容，无够迄个宽待。因为到晚上，所以现在咱要解说圣经的时阵，马上就一个大问题。咱亲像愈来愈侪神学理论，现在的新学院其实伊是一个学术的单位，毋是信仰的单位。毋知你有了解这个事无？伫过去国外，真侪在大学，伊是放伫一般的大学内面，一般的大学中间来有设立新学院。所以伫遐，伊来做一个学术的单位的一个单位的时阵，伊必须要用稳真自由来探讨各种样的学术、各种样的神学的观点。所以伫迄种的学术单位中间，你袂使限定，只有安尼来解说。为着要有一个学术的自由甲发展，有各种样的神学的思想。神学意思就是讲用探讨神这个部分的一个思想，但是要用啥物来探讨神，不一定是圣经，可能是对情景，可能对各种样的需要，可能是对社会潮流来解说圣经。这就产生真大一个问题：圣经的解说无一个绝对的标准，大家拢照伊所认为的、所想的、所踮的处境来解说圣经到底是啥物。而且你袂当批评别人观点毋对，因为无一个教会、无一个单位有权威、绝对的权威来讲伊是绝对的正确。但是因为一般新人院是学术的单位，毋是信仰的单位。你咧讲的真就是理想，毋是信心。最近我有看到一篇对新人院出来一个探讨的文章，伊讲一项，伊讲上帝伊强调普救论。什么叫做普救论？因为上帝听所有世间人，伊所创造的人，伊拢听，所以伊会拯救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。有一寡人伊可能无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名。有可能一寡人伊无接受到，还是无一种的无啥物机会，会当深入了解信仰。虽然安尼，但是伊嘛当得到救。所以呢，有一寡福音要传教的所在，伊若遵照家己的良心，伊家己的良心，照伊良心，若感觉是好去做，无违背伊的良心，伊就当得到救。因所踮的所在，有可能是其他的信仰，毋是咱基督教的信仰。伊嘛当伫伊的信仰中间找到真理，伊嘛当伫伊的信仰中间找到耶稣基督的精神伫遐。伊无一定是称作耶稣基督，但是伊当找到某一个因所信的人，但是有耶稣基督精神伫遐，安尼嘛当得到救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如果你当接受这个普救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无需要来到这个世界。咱无需要强调是物假，咱无需要强调死甲个活，因为耶稣的精神伫任何一个所在来存在。也姊妹，圣经无安尼讲，因为信，咱会当得到称义，但是你所强调的是，虽然你无信，但是你嘛当得到救，因为上帝疼世间人。这就是普救论，这是神学讨论，但是毋是咱的信仰。这嘛是伫新人院咧讨论，但是毋是咱的信仰。这个意思，咱面对真侪真理的争战，真理是一种的争战。圣经内面讲到，除了
耶稣基督以外，上帝无赐别个名号，互咱会当倚靠来得到救，只有独独耶稣基督。但是因强调普救论，这是神学，毋是信仰。主耶稣基督讲：“我就是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的本身。如果咱是要探讨，像是圣经内面讲用真理做大来下的时阵，安尼你爱知影咱所信的真理是啥物，并毋是伫外口所讲每一个人所谈论的理论，会当真侪探讨，会当对着时代来改变，会当照着每一个人的思考方式，认为伊底下的思想到底是啥物，认为上帝是啥物，人生应该有意义是啥物。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看法，但是当咱讲到真理的时阵，主要所基督讲，我就是真理，这是咱所认为的真理。所有的真理，拢是互咱会当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甲伊产生所有的结的连结。意思就是讲，离开主耶稣基督，真理本身，安尼这毋是真理，是反对真理。所以。《以弗所书》这个所在讲到一项，伊讲最后，咱拢会当对上帝囝耶稣基督有一致的信仰、明白来长大成人。咱会强调这种真理、真道，乃是互咱会当明白主耶稣基督，来到伊的面前，明白伊，而且咱整个的生命成长，拢是要达到基督完全的程度。安尼，咱无去做囡仔，互欺骗者，就是魔鬼撒旦所编造出来所有错误学说拖底行，安尼飘来飘去。咱反倒着用疼心讲真理，然后伫各方面用基督做目标来成长。安尼咱就知影真理到底是啥物。真理一定是甲主耶稣基督有关系。如果若毋是耶稣基督做的真理，安尼咱就会受欺骗，飘来飘去。所以有真侪只学说，真侪只道理，互你感觉讲这个讲迄个安尼，讲伊有道理，讲伊的道理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论点、观点，但是莫衷一是，就是你选择去信安尼就对，看你较偏向对一个安尼尔。但是对着咱的真理来讲，只有一个中心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咱主耶稣基督。所有讲到真理的，一定是甲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结连。而且，这真理拢是指引咱主耶稣基督，而且毋若甲指引咱主耶稣基督，咱整个生活拢对着主耶稣基督来发展、来努力、来追求、来跑走。有人认为圣经是2000几年前所写的，所以读圣经的时阵也无先爱注意。毋知你要应付现在的知识、现在社会问题的时阵，当你拄着真大的困难时，你到底用什么物件来做你的下？摇大来下。所以咱马上想到，这有真侪这专业，有着这知识，所以咱若需要什么种的知识在内，需要什么问题来解决的时阵，咱要找某一个专家。心理上的问题，你要找心理上的医生啊、心理医师啊，对不对？你若肉体的问题，你要找这医生啊。你若法律的问题，你要找这法律的问题。当你产生心理上问题的时阵，你可能找某一个人看他解决了未？安尼，对你有一个较好一个诊断。但咱敢毋当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？咱找真侪专家、真侪专业的人，提供咱来解决的方式。咱亲像有这专业的时阵，我就当安尼亲像，伫我人生中间用这个专业做我大来下后的物件，特别是台湾这个所在，里面什么种专业都有。但是保罗讲，咱得用真理，用大来下束咱的腰，这当抵挡魔鬼撒旦透过这个世界调柔这个异端、各种学说、观念、思想来捆绑咱的，抵挡这个。提摩太后书伊安尼讲，有真侪人已经互魔鬼掠去，顺脱伊的意思。
哦，即句话时呢，感觉讲哪有？我感觉着过来看我看我。但是伊毋知影，伊整个这思想、这观念、伊的生活态度、伊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念，完全那是顺脱魔鬼的意思。因为透过这个世界，互咱不得不甲中间顺探世界。所以保罗就勉励提摩太讲：你是上帝的奴仆，你才温和对待这个人，教示因，嘛得要忍耐、宽解因。检测上帝会互因悔改、明白真理，会当脱离魔鬼的罗网。兄弟姊妹，明白真理就是脱离魔鬼撒旦的罗网。如果你若毋捌真理，你就互世界拖底行，互魔鬼撒旦拖底行。但是，咱爱教示咱的会友，教示咱的兄弟姊妹，咱家己本身爱去追求明白真理，安尼。透过真理，咱会当得到自由；透过真理，咱会当脱离魔鬼撒旦的罗网。你才会当分辨到底是对也毋对。你才能分辨到底是出自主耶稣基督的真理，还是出自魔鬼撒旦反对基督的真理。保罗讲上帝的根基坚固，袂摇动，这就是这个根基，就是上帝的话。你讲相信上帝？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你敢有相信？圣经是唯一上界悬的标准。啊，姊妹，伫信仰的中间，假是真济，拢讲圣经毋是绝对的真理。圣经毋是上帝的启示，上帝那是一个文学作品。啊，过去有人安尼收集者、收集者、收集做一个圣经尔，所以这是某一个国家、某一个民族的一个圣经，甲咱无关系。伊要用文学，伊要用人的方式来想讲，这不过是一个收集过来的作品而已。伊要将这当作是上帝的启示啊！这是西洋语内面咧教的物件。咱的姊妹，迄是学术的单位，但是无一定是信用的单位。咱讲相信上帝，圣经是上帝的启示。咱敢有用上帝话、上帝真理来下药，来面对咱人生各种的状况？什么叫做用真理下咱的药？意思是讲，咱要互圣经的真理来管理咱的心思、咱的看法、咱的观点、咱的态度，来面对咱人生中间所拄着一切事，而且甲主耶稣基督产生真密切的关联。今日你拍开电视，今日你拍开这个电脑、手机，有各种信息入来。这个信息中间有可能互你对上帝产生一种怀疑。现在来讲，当然讲上帝做人照伊的形象，但是可能电脑中间 YouTube 来讲，毋是，那是外星人把咱创造的。上帝有一天主要所祈祷，有一天要过来，伊讲毋是外星人把咱创造的时候，有一天外星人要过倒来咱遮，安尼。哦，上帝变做外星人。有真是这观念思想时，因无都用因为对上帝的信仰来，而是对人的思考认定来。有真侪这观念思想、价值观念，其实拢违反上帝的意思。咱有上帝的真理做下药无？还是互世界这知识在外来下咱的药？面对这世界真大变化，咱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咱用真理赎咱的药。你要明白圣经是啥物？你要明白圣经内容到底是啥物？你要明白你到底所信的是啥物人？你要知影你所信的真理到底要带来互你什么种生活、生命改变？伫过去时，阮伫有一个姊妹最近甲你讲话时，就讲啊，咱即摆教会真侪这个活动吼啊，真好啦，来到遮做真侪这个活动吼，拢无用这个代志。我是会记想起阮伫大学的时阵，我去的教会，差不多教会无啥物活动，所以相对起来，我伫教会生活，伫过去大学生活，
较枯燥无味一点嘛吼。啊，就逐礼拜啊，若休困的时阵就去教会，拢去拜六去，礼拜才倒来。伫教会也无真侪活动，做一项代志，读圣经。去到遐，你就知影伫遐拢冇一本圣经咧读。然后聚会就是拢查经的聚会，也真侪这查经的功课安尼。然后你读到做有兴趣，等于到校继续读圣经。这有一个真好的一个帮站，用圣经知识财物做整个未来生活的一个根基。到伫现在拄着什么代志的时阵，圣经的话就出来，圣经的话就真理就出来。伫个脑海中间，就安尼，逐日做一个亮光，逐日指示讲对，毋对。咱必须要互上帝的话充满伫咱心内底，安尼咱有才有法度用真理最大来行，来判断什么是出于世界魔鬼撒旦引诱，什么是出于上帝的真理来明白。第二项，咱要讲起讲，咱做代志，咱咧真正直，真正义，真公义，安尼。你若是安尼行了真正的时阵，安尼就有理走遍天下迄个感觉。但咱都所讲一样，就是讲，因为这个军装是出于上帝，毋是出于咱家己。有真侪是咱基督徒做久了后，我相信有真侪拢甲我共款，咱拢像咱的表现，判断咱家己是毋是好的基督徒。这个好心镜、好性格是安尼，伊咧清洗的时阵吼，是对胸，伊就到腰，咱保护掉咧。所以这个所在有咱的心肺、胸腔以及咱的腹腔，这内面足侪这器官。在器官内面呢，讲到一项，伫古早人讲到这器官的时候，有讲到几项，讲到你的情感、你的情绪、你的良心、你的意志、你的欲望。咱今日了解讲这个不过是器官啦吼，所以咱所有心思意念拢伫遮吼。但是伫过去的理解内面拢伫遮吼，所以吼，这北肠到歹吼，北肠到歹是咧讲北肠到歹，毋是讲你胃肠无好啊。要表达伊啥良心无好，对毋对？良心若变做北肠吼，心歹毋是咧心无好，是你的思想吼歹心安尼吼。有讲到咱的意志，讲到咱的脾气大动肝火吼，肝讲甲你脾气有关系，无可能是理解代志的时候吼，你的思想有可能影响到你肝火旺盛。脾气甲你的脾有啥物关系呢？吼，但是这是对古早人因的理解内面，所有这器官拢是甲你的良心、甲你的意志、甲你的欲望、甲你的情绪有关系。所以圣经内面讲保守你的心，超过保守一切。有可能伫咱的情绪、意志、情感中间有软弱的时阵，就影响受攻击，就影响到咱的生活、咱的生命表现。整个咱的生活拢受这影响。姊妹，你会感觉讲，我一定要保持一个真有道德、好所行的人，我着要活出真好这个性命，我着要做一个真好的基督徒，我着要真心真意来疼人、疼上帝。我常常判断我家己行了有好无，行了有正无，安尼我是毋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？我是毋是会当堪对上帝恩典甲祝福？咱常常互咱靠咱家己的好所行来判断、来保护咱家己。保护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对毋对？有时咱感觉咱甲上帝三角同在，这非常甜蜜；有时感觉上帝离开咱真远，真孤单；有时咱也感觉上帝咱有感动，咱就热心参加做这些服侍啦，做成就感。但有当时也感觉我真冷淡，真野心，真疲劳，真灰心，真丧志。最后莫服侍无爱服侍。有时咱参加聚会，有真美妙的经历，我来感觉讲，这互我真大一个激励，我决心来军队主。但转来了后，咱的生活、咱的工作，互咱真大压力，心是搁软弱，起起落落。所以有人讲笑讲吼，最后若上帝来的时阵，我拄伫台顶讲道，讲道先把接去，安尼，莫互我咧放假的时阵拜莫来。拜的时候可能坐伫遐咧啉咖啡无代志做，安尼凉西。
最好若上帝来时，我是安尼拄参加特别的聚会，有圣神的充满，真热心，哇！拄接遇拄好。莫伊来的时阵吼，我了真衰懒，拄咧灰心失志。上帝若来时，我拄好坐伫遮咧服侍，安尼唱圣乐队。莫讲我拄伫厝内底甲囡仔生气，甲先生生气，安尼发脾气。迄阵上帝来，我可能无法度上天堂。呀，姊妹，咱感觉咱用咱的表现，要来得到上帝的保护，得到上帝的一个拯救。咱甲上帝关系，拢是因为咱家己表现好甲无好，但是咱家己本身起起落落。魔鬼常常当咱控告，你真害哦，真惨哦，做得这毋对哦，伫罪恶中间哦，脾气无好哦，辜负上帝的恩典哦，你无资格称做基督徒哦，你无堪得上帝疼哦。你无堪得上帝救恩，你看你起起落落，今个安尼，你无堪得上天堂。姊妹，咱是上帝囝儿百姓，敢讲今仔日爸爸妈妈若心情好时，咱就安尼压岁钱啊、零用金就较侪互咱。咱若今日表现好，就毋是个囝，敢是安尼？看你的表现好甲歹。若是好，今仔日是囝、查某囝，表现无好，明仔载就毋是，干嘛呢？出于上帝疼，保护咱毋是。咱常常用咱家己的判断，用咱家己的良心、咱的意志、咱的情绪，要真做咱家己的保护。但是，好性格是上帝所赏赐。罗马书第8章讲一项，伫主耶稣基督的人的内面无过定罪。咱今日无过定罪，是因为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，这是唯一的条件，毋是家己你的行为。保罗安尼讲，过去我靠家己的行为要得到永远活，所以我有真努力遵守律法。那照律法所称做义的，我是无通指责，因为我无应该做无做无应该的代志，去做爱我应该做的代志，我拢有遵守伊的规定。但是我掠过去对我有利益、遵行好的行为，就是讲这对我有好。但是现在我知影，因为耶稣基督，这真做我的损失。因为我看明白主耶稣基督最宝贝。我得到耶稣基督完全甲伊结连，无阁有迄款靠家己守律法来得到的义。我现在有的义是通过信主耶稣基督，根据信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义。得到上帝所赏赐的义，这是啥物？这是主耶稣基督，就是上帝所赏赐的义。咱是靠着信主耶稣基督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义穿伫我的行程来保护我。有一天魔鬼若攻击咱的时阵，互咱对信仰产生某一种犹豫的时阵，互咱软弱的时阵，伊攻击来是攻击到主耶稣基督的义。伫这个所在保护咱。你看主耶稣基督是伊的保护。保罗讲，我的好性格，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来得到的义。主耶稣基督的义，就是咱的好性格。当魔鬼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咱的时阵，咱透过主耶稣基督救恩所成的义，保护咱，互伊无法度控告咱。初来教会拄着真大这患难试炼，伫患难中间忧愁。今日咱嘛是有真大患难啊，所以咱有真侪生活中间真侪这问题、压力啦、健康啦、疑虑的问题，互咱对上帝安尼产生犹豫。我拄着这，一定是我做唔到什么代志。一定是上帝打错我，一定是上帝无听咱。但是这个所在，咱有一个好性格，就是罗马书第8章讲，上帝互万行事互相运作，互听上帝的人。照伊家己所旨意所拣选的，拢有利益。
有一天咱可能年老健康，面对死神，一寡兄弟还是姊妹，当面临人生最后尾段的时阵，我拢常常较烦恼伊的信心的问题。当伊面对死亡的时阵，伊敢会怀疑讲我毋知去上帝遐的袂？我的表现毋知有够业，互我会当去上帝遐，甲伊三甲同在的袂？上帝毋知会接受我的灵魂的袂？我感觉我对遐无完全，咱受到控告、怀疑，我讲我都得到救。这是咱来运用基督的义，做咱的护心镜。罗马书第8章讲，有啥物人定因的罪呢？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死过我，而且现在伫上帝正边为着咱困求。这个所来讲，有耶稣基督过我。啥物会当互咱甲基督的疼隔断呢？因为我深信，确实无论是死，无论是生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对咱的疼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讲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我的好所行、我的好表现对咱的疼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对咱的疼，毋是因为咱表现了非常的好。完全，这个所在讲到，拢袂当切断通过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。主耶稣就是咱的护心镜。有一首诗歌，坚固磐石。伊讲：我的心无别的根基，我所仰望无别的根基，只有救主耶稣流血的义。除了这以外，拢是空虚，无定得，只有靠耶稣救主性命。因为过去中间，咱可能家己、咱的情绪、咱的意志、咱的好表现，起起落落，这哪像拖沙，踅来踅去，袂稳固。就是讲，如果咱有犹豫，对魔鬼撒旦来攻击，互咱失去对救恩的确信，咱会当安尼回答：魔鬼撒旦，你讲了无毋对。我是想要靠家己的努力，表现出好的行为，但是我真正做袂到。我也感觉我是袂堪得来到上帝面前亲近上帝。但是今日我会当亲近上帝，毋是根据我家己的完全，乃是靠主耶稣基督来到上帝面前。罗马书第5章讲到，那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义，甲上帝有一个和睦的关系。对着神，通过基督，咱会当进入现在所享受的恩典，欢欢喜喜，望享受上帝荣光。对着神，通过主耶稣基督，伊是咱的义。一切攻击，咱会当将耶稣基督摆出来讲，有基督已经为着我成就，伊是上帝赏赐我的好性格，会当抵挡对魔鬼撒旦一切攻击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保护我，伊的义，互我会当面对一切对魔鬼撒旦的攻击。这是保护，用真理做道来下，明白真理，用上帝真理来做咱每一个人生活中间的一个根基。用好心镜、好性格来穿，来抵挡一切的攻击，毋是靠着咱家己得到上帝的欢喜，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正做咱的义。大家来祈祷，主耶稣基督，搁一遍来到你面前，互阮明白真理，主互阮知主耶稣基督你完成的救恩何等伟大，遐尼完全，安尼我会当抵挡对魔鬼来攻击，我会当有坚定的确信，知影我是属主你的百姓，我已经得到大救恩，阮无任何事会互阮甲主耶稣基督的疼隔离，因为这是伫主耶稣基督内面，阮所领受的恩典。感谢你的恩典，拯救阮，互阮这种特权，也
甲阮伫这特权中间，我会明白精进的事。安尼，我无惊吓，靠耶稣基督大能大力，勇敢坚强，靠主耶稣基督性命。阿门。咱感谢牧师带来上帝真理的信息，请咱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551首，圣诗551首，好打好打认基督，请遐这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
祈祷，感谢天父，赏赐阮各项教业，恳求天父保守阮平安平顺。阮若要将恩典、才华、福势、甲金钱，请主采用，恩典满满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请坐，这时我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周报。本会消息：第一点，顶礼拜中执会决议的事项。本会因为疫情对教会事工发展的影响，咱要开始推动祈祷关怀小组的事工。第二，下主日2堂礼拜内底要举行圣礼典，请兄弟备办心来参加。若是伫厝内参加网络礼拜的兄弟，请备办葡萄汁甲饼来参与圣餐。接续咱跳到第5点，本会兄弟个人甲家庭陆续拢有较真者，毋过拢是轻症，而且已经拢恢复正常啊，感谢主。咱本主日礼拜，咱的主日礼拜，咱也是维持实体甲线顶双头来进行。团契小组的聚会，请家己来调整聚会的方式。第二，兄弟也是团契小组内底，若有较紧需要任何的协助，请联络关怀团队，也是教会办公室的同工。下礼拜的主日2堂礼拜。依然是黄牧师要替咱讲穿属灵的军装第4讲。具体的消息，刘亚青执事各场处的丧事礼拜已经完成，咱感谢正同工甲兄弟出席参与，带予家属安慰，愿上帝施恩带领。教界的消息，咱看第1点，本会文件长了当选做马街学校的董事会监察人。第4点，陈义理学院2020班结业的感恩礼拜，7月初2下晡2点要伫汤圆教会来举行。咱本会有邱佩瑜执事已经完成2年的训练课程，今年已经结业。接续请牧师来补充。顶礼拜咱的中执会讨论主要是因为咱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咱教会关怀工作，咱可能爱个改变一个形式安尼吼。咱有一个叫做 RPG 这个关怀小组，这个 RPG 差不多5人以下的一个小组啦，安尼吼。主要就是讲咱的组迄个有安尼进行关怀，但是呢，莫有伤长的这个组织。有当时小组组的，拢早7点钟、2点钟，拢来到这个所在吼。所以这个 RPG 呢，主要就是讲，咱会当第时间读圣经、祈祷、彼此关怀、代祷安尼吼。所以这个咱是要来进行这个代志。本来第3点嘛是教这个关系啦，咱要调集这个团契，这个会长、小组的组长，主要就是讨论这个，伫咱团契甲小组中间会来成立这个小组安尼吼。所以咱会当安尼较。有一个迄个关怀网迄个感觉吼，所以这个关怀会当化成为零，互咱安尼彼此有一个较深的关怀，安尼咱伫这疫情中间，咱迄个教会关怀事工较袂受影响。第4点是这个轮值表吼，因为咱有改迄个版面吼，所以咱有一寡搁较侪、较详细资料伫内面吼。这部分咱跟即礼拜中间将这补满，后日把咱发出吼。安尼咱就会当对这个这个轮值表小内面这安排事工，安尼就会当搁较知影、较早了解啦吼。这个背后伊嘛是有一寡咱的服侍的人的注意事项，所以你若是担任某一个职务，你看这个轮值表后壁也都有一寡事工的这个说明吼。所以咱顺等下来行吼。安尼咱就知影讲，咱的职务应该注意，还是爱该进行到底啥物货安尼吼。希望伫这个疫情中间，咱的教会发展啊关怀，拢会当继续伫上帝稳定中间来进行。
请咱来吟祝福册恳的圣诗，圣诗402首。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圣诗402首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吟诗煞，请牧师祝祷。愿赐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互恁一真正圣，甲愿恁的心魂甲身躯，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阿门。